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Neo，一個將讀書研究到好似開外掛嘅學霸姐姐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下點樣先至係真正入腦嘅溫書方法。你平時溫書係咪成日咁做？攤開課本或者筆記，由頭望到尾，見到啲字眼好熟，就以為自己已經識晒，點知一入考場，支筆提起嚟，腦入面即刻一片空白。如果你係咁，要即刻停低啦。你根本唔係溫緊書，你係做緊眼球體操。好多同學誤以為重複閱讀就係努力，其實呢種行為就好似將一張 CD 放部機入面不斷空轉，你睇過100次都係得個熟字，因為大腦根本冇將資料寫入長期記憶區。你以為自己記住咗，其實只係對版面、排版同啲顏色有印象。呢個就係心理學上講嘅流利性幻覺。大腦最擅長就係呃你，令你產生虛假自信，結果一到要提取嘅時候直接當機。研究早就指出，過度接觸碎片化資訊，只會令你有種我好叻嘅錯覺，但真正嘅應用能力反而會倒退。點樣先至係真正有效嘅溫書？聽師姐講，學習嘅本質係大腦神經元嘅重新連線，絕對唔係眼球喺紙上滑行。你要即刻切換成2個動作。第一，合上書本，進行主動回憶，即係遮住筆記，強行逼自己由0開始默寫出重點。第二，配合精緻化提問，唔好死背定義，要不斷問自己點解會係咁，同之前學過嘅概念有咩分別？例如溫習理科時，唔好淨係記條公式，要問自己點解個公式係咁排列。呢個過程一開始會好辛苦，個腦會打結。但正正係呢種認知阻力，先至可以將短期記憶強制轉化成長期記憶。記住，平時喺低壓力環境下自我測試，可以幫你建立考場抗壓性，令到大考嗰刻唔會突然失憶。當你由被動接收切換成主動提取，你就再唔會被表面嘅熟悉感帶走。你建立嘅係一個可以隨時調用、互相扣連嘅知識網絡。真正嘅學習從來都唔係一件舒服嘅事，你溫書時流嘅汗就係考場上嘅底氣。大腦唔係倉庫，係健身房，唔肯負重訓練，點會長肌肉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高效率嘅學習方法或者工具，成為一個識讀書嘅學生，記得關注或者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